大家晚安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吼，请叫我同大家来解释一下客家歌曲的歌词。今日按拄好有一个网友吼，特别的朋友，伊讲伊上学学耶稣，你讲个同客家童谣伊讲有一个歌词伊听无嘛较清楚吼，故说我来稍微做解说小可做解说意思一则来同大家解说发音一开始呀，苏国的童谣的名很多月光光，月光合法跟月光就是月亮，月光光就是月亮的光新的月分享光光，好来下一度这17边。哦，通话出来了，有一条龙船就出来，从照片这个右边这个因为有路上刚好有一辆，开两个跟咱们两台这个机房。月光光，秀才郎。好，第一题，月光光，月亮的光月亮的光，月光光，你也可以当做第二个光是动词，是很明亮的意思，很光亮的意思。月光光光，没错的，月光的光有一系列名词转动词，没错的。月光光，秀才郎押韵为了押 on 的韵秀才就是秀才，郎。月光光，秀才郎。神来的，客来降。好，第二句是船来等，船 SON 船就是船，船来等着的等，船来等。那个秀才郎有船来等他船来了等去，桥的了讲去，桥就是轿子，西门太桥西门太桥就是轿子，秀才郎。你讲秀才郎船来等，桥来讲，讲就是扛，也就是扛的意思扛的意思。一公公都好动昂。一讲到好动昂，就一扛到啊，一扛就是一扛，把它扛起来，一扛起来，扛到就是扛到哪里呢？河东昂，河就是河，东昂那个央这个音的发音比较特别，是 ONG 昂，东昂就是中央的意思，一讲到河东昂。下公摸海拜龙王。河里面有什么呢？河巴肚方有虾公，有摸海。虾公就是虾子那个虾公不一定是公的也母的也叫虾公虾公摸海，摸海就是毛蟹不能用当讲摸海，但是一般按 CM 讲摸海，虾公摸海，拜龙王就是他们在拜龙王，拜龙王。龙王脚下瑞花。龙王，龙王脚下，他这边用那个文通音的嘛，脚下没错的，但是记得唱的时间有一些的变音啦，龙王脚下一蕊花，龙王脚下二声一蕊花一蕊花那本阿妹怎么嫁？cái lụy phạt cho mà cái này nà bờ môi cái lụy phạt nà hi lại bờ cái siêu菜然后cái lụy phạt nà hi lại bần môi转妹架佢可能代表四妹做考转妹架那bần妹转妹架拿给阿妹回娘家转妹架转多妹嫁小下下。
是啊，每转到每家回到娘家，当然同欢喜了。转都回到了，每家回到娘家了，笑哈哈，笑哈哈。要跳歌童谣，要变成歌曲以后，连重复唱3摆，重复唱3多，重复唱3轮，如何做得啊？呀，再来必唱等去，我咱两家伊都分一道汤。叶公公收菜郎，叶公公收菜郎，船来订，客来降。船来等，轎来讲。一公公多好東昂，一公公多河東昂，下公母係拜龍王，下公母蟹拜龍王，龍王腳下梅花。龍王腳下一蕊花。那伴阿妹盡妹嫁，那本阿妹做妹家，本就是给的意思哈。那本阿妹做妹家，盡多妹嫁笑哈哈。轉到妹家笑哈哈。好，我们下拜，阿文过来听一看。葉公公燒菜郎，船來訂，客來降。直公公多好東昂，下公母係拜龍王，龍王腳下梅花。那伴阿妹盡妹嫁。多妹架笑哈哈。今日呀，客家童谣一講講就結束到這片，希望大家中意多多分享，安子說什麼，拜拜。新的分享，暂停分享。